先来关心这个中国围台军演是到一个坎站，其实这当中有渔民伫小琉球西南边军演范围以外的所在，去发现到那像是中国海洋气象的浮动。因为这个时间点是真敏感，所以外界又讲这可能就是中国咧收集咱的资料。学者是来分析讲，这中国可能是有军事用途，所以提醒政府应该要爱注意海洋探测活动来维护国家安全。黄色物件伫小琉球西南边56.6海里所在浮沉，上细细看顶悬有福建海洋气象调动海协3号灯简体字。这是屏东小琉球渔民10次中岛伫海上作业发现疑似中国海洋气象调动。18海巡接到琉球区渔会通报，马上派训练员到现场勘查。你在海上可能所谓的警示灯啊，如果没有打警示灯啊，在海上可能会造成那个航安问题啊，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绳索灯也换了。云林舰持续于现场观察该浮标是否锚定，及扩大搜寻是否有类似浮标，并将相关资料通报有关单位进行联系。渔民发现的时间点对，也是中国伫台湾周边军演的时间。虽然调动伫演习范围外航道出现，不过出现时机点敏感，引起外界质疑中国是假气象之名，成正所之实。学者分析，这种设备应收集附近水文资料，就算中国原本设定是海气象用途，不过掌握附近海洋气象等资讯，对军事用途也较有帮助。多多少少可能会视为是对我们海洋主权的一种侵犯，特别是海军来说，那这个了解海洋的气象其实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你不能排除它可能是会用在其他这些，也许军事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用途也说不定。今年初8赴中国北斗卫星专用芯卡的大型黄色浮球飘到澎湖山坡。去年11月底，这海峡出现过应付简体字中国海洋调动、冲上花，加上进行对话，常常用空飘气球扰台。学者建议政府爱追中方伫台湾周边展开气象探测活动，必要时阵要有相关应对处置，阻断国安混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